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2026年1月20號，身為影視人協會嘅一份子，我又參與咗慈濟功德會去聖約瑟護老院探訪，為啲長者唱下歌。第一次親身認識到50年前，即係1976年掀起全香港熱潮嘅潮黃玉米雪啫。喺嗰幾年可以講得話係香港電視界歷史上百花齊放嘅日子，有無線、麗的同埋佳藝電視，由米雪主演嘅嗰套《射鵰英雄傳》一度稱霸整個嘅收視。嗰陣時見到電視行業咁發達，令到我都想加入呢個娛樂圈。後來俾母親大人喺1977年嘅8月下令送我去加拿大讀書，唔俾我再發明星夢啊！